你好，我是西南。何文田京士柏山為九龍區大型低密度豪宅屋群，環境清幽，綠樹環抱，別墅住宅更是稀罕，加上正中帶旺，同時享大自然的寧靜與市區的繁華，魚與熊掌兩者兼得，因此區內物業甚為搶手，故吸引不少富豪名人聚居。京士柏山由42座獨立洋房及7座低密度住宅組成，雄踞山嶺自成一國，整個屋苑雄踞山嶺，還特設獨立私家專路，經兩旁樹影婆娑的京士柏山道，可直達屋苑門牌，分別命名為京士柏山道1至98號，刻顯住客身份象徵。同時，屋苑備有5星級會所，當中設有宴會廳、室內泳池、健身室等。依山而建的京士柏山，四周古木參天，採用巴馬丹拿式建築，戶型多樣豪華實用，由國際級設計大師精心設計。今次帶大家參觀是一間獨立別墅，實用面積2207方尺，4房4套5衛家保姆間，連前後花園及天台，客飯廳長形設計，可擺放大型家私，全落地玻璃趟門連結私人花園。地下為客廳、廚房、飯廳，內籠豪華裝潢，歐陸式設計貫徹全屋，高級雲石地台，在大型水晶燈映照下，格調更顯高貴。落地大窗，透光度高，俯進大屋，即可看到私家花園。打開客廳玻璃門便可直出花園，前臨茂密樹木，花園內可養魚種花，感受鳥語花香，遠離煩囂。沿樓梯而上一層是2間套房，可擺放雙人床，設有入牆衣櫃，大玻璃窗引入自然光，浴室雲石打造，有窗可以空氣流通。再上一層為主人套房及另一間套房，其中主人套房面積約有450方尺，內籠寬敞舒適，設有衣帽間，整個房間以歐陸宮廷式設計，可擺放大床及家私等，浴室雙洗臉盤設計。天台地方廣大，可以鋪上真草，也可以種不少綠樹、盆栽，環境寫意恬靜。站在天台上，可遠眺維港煙花璀璨景色。交通方面，京士柏山雖地處一隅，但是設有專線巴士來往港鐵站，四通八達，鄰近旺角、油麻地、尖沙咀，駕車前往只需約5分鐘車程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